阿婆，今日你掠迄嘛个麻竹笋，麻竹笋哦，按太健康，按创呢，阿婆差唔多去创啊。一插班，一尺插班，一尺差唔多30公分，一尺到一尺30公分，你差唔多插班。哦，安样都会45公分差唔多咯吼。你麻竹笋安样算太极啊，细极阿婆？太极啊！哦，你麻竹笋安样算太极？阿婆，来小记一下咯吼。唔讲你迄麻竹笋，啊你呢？你按竹到壳啊，拔出来麻竹笋拔出来竹壳，哦，竹壳然后竹叶无同样啊，麻竹叶做迄读中的竹叶啊，哦，安尼读中的中叶都会麻竹叶，嘿，做麻竹叶，哦，啊你迄竹叶壳，按到竹壳，哈，竹壳。阿婆，你按太极麻竹笋，大部分都拿来用帮助啊。也安尼按太极按葱煮汤模式，哦，拿要腐豆腐豆，哎，拿沙沙把拿来炒，沙把拿来中炒。时，哦，要用白沙，会碎落去沙吧泡泡啊，嘿等下泡啊，等下我泡好，然后就来沙啊，然后沙叫着沙甜度又沙度，这样炒也是当好食的。哦，有沙度，啊你煮沙泡加下爱浸冷水嘛？爱啦，爱。啊，无讲爱特别毛巾啊，那比咧冰的毛巾和奶冰唔会酸的。哦，毛巾和奶冰就唔会酸体。啊，个沙个竹笋底肚啊吼，你个木头底肚你会有冰盐嘛？有冰之类，啊冰也做得，冇冰也做得啦。爱冰冇冰都做得。哦，阿婆，我等下我沙个竹笋呢就会用俩。木头啊，沙咧木头。啊，唔捌有人讲木麻系嘛？系啊，有人讲棒嘛。那木头老木麻要怎么区分？同样的东西。都会同样的东西系啊，人做迄讲样样啊，我哋。哦。唔讲拿冇拿桶的来做好啊，有办法。哦，无拿桶的来装好，你等下我去拿哈。阿婆讲啊，掠竹笋啊，系啊，要咩油毛？嘛竹笋掠油毛。竹好掠片油毛，顶下阿婆。有咩毛哦？哦，掠啦，嘿，就会掠，掠有的就会毛，啊掠毛呢？会害人啦。会害人。你果树方脚方会害好多树方，也系脚方就会害到肋骨哦，当定强哦，硬最强咧。唔捌爱咩惊？嘿，俺妈该爱咩强，就是唔好强天天。你看人没毛暗藏看，啊，迄都果多迄都一害人了。哦，迄唔讲迄爱吃到要强害的人就会要强，唔当然强的唔惊人就唔唔惊强。啊，迄伢爸都唔惊啊。嘿，迄爱个阿爸就唔强，吼，爸爸。啊，切好咧，伊迄哦了后就要泡差不多泡几度色，看啊，对色，也是泡对色拍唔大吼。洗衫都较好，沙啊夹啊。哦，泡下洗色就下。哦，伊讲呢，你我复度嘛，来吃看啊。无麻味哦，唔嘛，无麻味哦，香草没做得，按用香草来做的哈，来慢嫩一点点的吃看啊。试试看啊。不怕。我我阿婆会腐诶，有腐。毋过无按腐啊，无爱上诶按腐啦。啊。哦，泡好就放到木头底肚，打水沙嘟嘟炖到，水爱拄点到，炖到竹笋啊，点到竹笋哈。但沙沙拿条做咩？点到竹笋，等下安尼当来看，妈甲有到点到竹笋。哦。也沙的水也无用啊。哦，吼，掠下阿婆掠下开水咧，我头冻死哦。哦，点到竹笋就会按用，拄好，用诶用到点到。炖到出水啊，专门又灼，拿木头调细，打阵个甜。吼，掠下按用，哇，都调细。木盖又唔拉，木盖调细咧，又太木盖嘛阿婆。哎呦！
好，你啊哈，要开火嘞，然后就按样用风机杀，差不多要杀几久？哦，阿婆讲差不多要杀半点钟到1点钟，按样将杀油啦。酱油杀到，按样将会好食。好咯，按样1点钟过后，安尼将过来看咯。哦，阿婆讲遐水旺旺，就会浮浮的水，所以故所要杀油啦，杀到来，时间要油啦，按样炒，按样都是用炒的就当好食，就唔会浮浮的嘛。就唔会浮浮的。哦，恁看呀，旺旺的水就会加浮浮的水走出来。阿婆，咱礼拜无不用盐吼。无，礼拜无不用盐。好。哇，好咯，阿婆讲差唔多咯。哇，迄个呢，我要灌冲凉水。阿婆讲，冲凉水。好，阿婆，阿婆，你讲冲凉水要较加酸体，好无？对啊，咱当初做在做较咸哦，咱木笋呢，是说得不用较久啦，你就按用不用本去晾。毋过爱吃到，咱按用伊无冲体，无冲凉水，毋迄加含迄浮浮的水，我浸到个。无机嘛，倒体啦，爱啦。倒体。嘿啊。哦。倒体都唔爱啊，比灶爱啦。哦，倒体本去灶。嘿啊。离水离呛了啊！好。哦。好。耶！你安样麻竹笋煮好咧，就做得可以用炒的，吼，无煮汤的吼，阿婆。无爱。阿婆讲炒你安炒个姜丝。对姜丝，还有猪肉系冇？就会安尼竹笋炒肉丝吗？冇。竹笋炒肉丝，你那有用你个竹笋炒肉丝是爱姜麻丝，那用炒肉丝。哦。其实讲你个竹笋炒肉丝没炒猪肉好冇？没炒猪肉，炒姜麻丝。好。